冰啊，較苦。你有帶情緒講這一句話？啊，各種的卵都做在做寒卵哦。這邊還有用較多了，有用芥卵啊，但是用不還有那個鴕鳥的嗎？你講講唔好生呀，鴕鳥做嘅鹹豬肉。好多啊，一點好生。在那生牛皮。哇，掛保證的呢。去年10月認識啊，12月26號登記結婚。閃婚。對。你有被騙嗎？顏色半年夜都停。哇，這裡也好快，這裡也好快，這裡也很手動。你們兩個半年都結婚。你們的散步也很奶散步，跟傳是洗步哦。散步看是哪三倍？班長，你倆做夠招班哦，做班長做皮膚的呀。表示面哦。哎呦，是旗幟哦。好啦。是比誰我看走半中有的。假的。你的料理奶蔥狗，陽光寶強神變獎金嘍！哇！我變來做一架自助車，叫做變獎金嗎？我有等你喺 video 來充狗啊！係哦，還有選美的，看到你阿胎哦，係一架自助，咩牛嘅大堆胎哦。妹妹選美比賽哦。公呢真勁啊！睇次間呢，身懷18般武藝哦，來到節目當中，唔但止我做菜天天，我發現到大家都很斜槓。嘿，冇錯，跳舞、唱歌、鐵傘，還有跳火圈、吞火箭。沒有你而已。好啦，還有一位學生嘅老師叫他來 PK 咩有啊？今天沒有啦。動台單，冇動台單。今天沒有。今天先來分享到你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你阿準備師傅。大家好，阿邊個好？再過來分享到係李吉溜李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吉溜。歡迎兩個。哇，你搞一本先見。完全。好，來分享到你風吹嘅潛水站，係來自8點富里哦，係兩公婆哦，你整個老鬼妹子。大家好。情侶裝，有活力。夫妻裝。哎，唐公又扮種類哦。哦，有扮種類。扮種好，扮種好。哦，扮種好。我們是托老師豆腐。哦，兩片係線上係嗎？哦，大家都分享一下，那是高雄迷龍嘅兩公婆，呢條係陳長駒、陸一秀。大家好。老師，哎，歌唱班的老師啊，來歌唱班線上，阿弟也愛好上，很有名。哇，長軍現在算是這個到處慢來都會給好上歌嘞。莫讓，還好。長軍來場部也不一樣，你看他後面有什麼？哎呦，後腦勺後面。對，哦，好，來，這邊，這個是等一下來介紹。等一下再來介紹，對。好久成瓮底。現在可以啊，給你也給百寶箱幾度黑對富里帶來的東西嗎？富里米嗎？來。哇，養生白木耳，那你煮這要燉很久呢。哎，白木耳，我熬了4個小時，4個小時，那個蓮子、燒給薏仁，全部要分開煮，一樣的煮。好好喝哦，好吃嗎？我跟你講，不難喝。好冷凍。哇，你整個你看後面哦。對啊。長軍，你走你也線上哦，每天都喝得到哈，每一堂課都喝得到。哇，這樣的舞台感很有練哦。錯，因為唱歌需要潤喉啦。對。而且之前你鬼妹記住有做傳統做26年。哇。你總共沒有？你總共主要係做哪部分的咧？哦，你退休了。你還沒退休啊？之前係做乜嘅？做貿易公司做。做體育家。沒。上市上櫃體育家了。上班啦。一個凍又細嘛，帶來了這個銀耳湯。很好，這可以續杯嗎？可以啊。太小杯了。對啊。有啊，愛拿一包來呢。那也續這講來做，因為3點下來哦，隆重歡迎台尬大明星長軍哥來。心目台尬，今天百寶箱畢業圖的係你的海蜇皮涼拌海蜇皮，哇，比較甜。我你還會做菜呢？哦，2面愛做的，愛不用做的，很有好吃嗎？好吃哈，非常好吃，好吃，比我們買哈那好吃，哈那好吃了哈。好，愛不用買愛好上。
也是我歌唱班的學生，那就是師生戀哦。跟他媽媽很愛合唱，阿 P 跟他媽媽來手控來上課，然後就變成我的助理，然後就變成愛不用愛用力。但是今天除了本台卡分享的啊，衣袖走出來海蜇皮字嘛，最重要的任務是嘛？最重要的任務是還帶了新的作品，那種 Annie 這個一家之主，好問台卡被躺一下。好，那這個一張專輯送給明珠，一張專輯送給柏謙。我們先收起來。來，感謝。哇，笑都改，笑都改，嘿，走。哇！啊，畢業讀又一條歌應該是較寫的，叫做法掐死結，花謝時節在後面。花謝時節第10首，對，而且哈 boy 哦，哈 boy，好像這一首歌是詞曲都是我寫的這樣子，對，然後前奏特別的不一樣，就是說前奏我們用快樂頌。然後中間間奏我們用小蜜蜂這樣子，而且兩下他們用為了就創作而且聽過獨立地氣的。對，大哥，我們今天就這樣拿着。兩下轉到兩下台的觀眾朋友，我再講一次，沒腦給打擂台。不是哦，我不是羅哥哦。是。好啦，馬上來金航體育館嘅 PK 挑戰嘍。用錢來挑戰。兩關考驗用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數量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哇，今日兩關哦，非常的期待，因為算係學生哦，到線上嘅台對戰。沒錯。到底馬上會贏呢？對，目前老太講哦，等下兩吹嘛，哈，答對嘅題數總分數，就代表講廚師做得先給到方式出來做料理咯。好，先來剪豆沙挑布，剪豆沙挑布。好，風吹先來，班長。風吹要先來題。奶金寶，解決題。冇錯。天然風色使用嘅色素哦，係用乜嘢來提煉嘅？A 係胭脂蟲，B 係珊瑚藻，C 係辣椒誒。做得食嘅風色嘅色素，天然用乜做嘅？用乜嘅東西做嘅？胭脂蟲、珊瑚藻。胭脂蟲是什麼？應該係辣椒誒。辣椒誒。你確定食用嘅色素係用辣椒嚟做嘅？辣椒會不會辣嗎？取它色不取辣嗎？但我這方一句就講三家東西哪家係風色，都是紅色。對呀，全部都紅色啦，珊瑚蟲也是高位啊。沒有，還沒到高位啊。2、1，搶先 A 啦。好，來做胭脂蟲哦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。嘿，點都不一樣。哎呦，傻批啊！胭脂蟲嘅風哦，係一種具有在光穩定性還有抗氧化性的天然嘅風色色素啊，佢已經得到了美國 FDA 還有台灣嘅許可，兩下用嘅做食品啊，還有化妝品當中，實際嘅應該要注意哦，假設應該賣口風嘅時間，有的口風係用胭脂蟲來染色的哦。哇，長知識了，恭喜！恭喜！兩支要先來題嘞。用怨。好，來，好厲害咯。OK，上一組出鬆鬆軟軟嘅饅頭，做得到麵團底度揀啲乜嘅呢 ？A 係酵母 ，B 係鹽 ，C 係沙拉油。嘿，哪一張 ？A 啊。衣袖就做過饅頭嗎？你最好是饅頭。哇！他每天在家裡都饅頭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他長得像一個饅頭啊。才不是！他那麼可愛，那麼漂亮，不應該懂得怎麼辦？用怨呢？哦，嗎？所以你對我想法係 A 酵母。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其實係 C。酵母係熱天愛變熱嘅東西啊，不過酵母嘅目的係乜嘅咧？本饅頭啊做啲蓬起來，假使冇加沙拉油哦，它就會是蓬起來硬殼殼嗰種饅頭，所以主要讓它鬆軟係加熱沙拉油，做啲是脆口啲係饅頭哦，口感下鬆軟哦。學習了，兩擺做得加入沙拉油落去。嘿，好，風吹，我先來題咧。3碗豬腳，紅色糕，應該是薩瓦迪卡啦。真的好對哦。好，本來這種豬腳嘅熱量最大 ，A 係德國烤豬腳 ，B 係台式嘅滷豬腳 ，C 係玉山豬腳。C。哦呦，熱量淺帶，熱量最低，直覺嘛。日商哥，你目前還沒有回答過哦。哎呀，他聽老婆的。好，我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就係 C。班長用人嘅設計，好。
那假使都係同樣嘅分量哦，差不多一份我們抓850公克來講哦，熱量清代就係藥膳豬腳，啊熱量清過係嘛嘅？太高了吧！台式滷豬腳，差了就2倍肉哦。估說這一船就超過1天的熱量。嘿哦，你的熱量赤字直接爆表。天哪！嘿，好，所以大家食豬腳嘅時候要先啲就好。好，恭喜！目前很強哎，老師。啊，還有你，有個3，窈窕淑女。哦，選老婆嘛。對。先收聽。你今日我來做呢，等下南水哦，拍一個推表，1分鐘當中做得到100cc 的鮮奶油，也要放邊做奶霜，而且呢，要超過80公克的奶霜，就算夠關呢。好，第一關呢，我來撈一個鮮奶油搖成奶霜。哎，昶均已經預備好，那不是麥克風哦。我知道。那不能說為了打歌完全不搖哦，直接唱1分鐘。會搖。你覺得兩水點做過誰嗎？哎，又打工健身區啞鈴。OK， 那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。OK， 好，等一下就虛給的喊集哦，1分鐘停60秒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一秀加油的部分。加油！好，3、2、1，搶快時。加油！Man 哦！很帥！哇，故意現在要繞你了。配他服裝很適合。好像在夜店呢。這個已經不能再搖，該不會一邊搖一邊唱歌吧？把這世界你還會記得。偶像歌手，偶像。懂愛的世界是將心中把重金給力量，最緊將給風采，永久在愛心中。懂了嗎？1分鐘還沒到。終於秒了。比你慢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走在結婚呢。剛才剛剛我已經跑操場20圈了，有，你已經跑到大連富里去了。來，我來看看哦，因為這個怕等下奶油直接沾手。好，我們呢就來。如果是79公克，它會發飆哦。爛眼病啊，他酷。你有帶情緒講這一句話？啊，各種的軟度都在做烘卵哦。一般烘卵較大啦，要用芥卵啊。用那個鴕鳥的嗎？我們呢就來。如果是79公克，它會發飆哦。很厲害哦。有吧？感覺都那個全部都已經剛剛列入摸水耶，沒有液體了。真的很厲害耶！那麼簡單耶。這個其實還下面還很多。如果感覺就超過80公克了，一秀實際行動。來，我先給你去量一下。好，來，你先看，如果還沒有到，我再繼續挖。我是覺得有了。見證奇蹟的時刻。88，耶！鼓勵一下。那就不用給分數了吧？不用給了。羨慕太高。哦，恭喜藍水得到這個。真的好辛苦哦，真的為了上個通道打歌，真的。但次剛有打了1分鐘的歌，又唱到超過。好，晚半鐘了喲。那一場決鬥。好，來決鬥。好，哪一種方法做得有效嘅防止豆腐到料理過程當中碎裂掉呢？第一個係浸鹽水，B 係燒米酒，C 係個小煲冷油落去。你煮豆腐的時候，但是叫埋啲爛湯用㗎啥？冇內油嘛。沒有呢。還是爛就給它爛。現在是問說怎樣不會爛？對。應該 A。好。浸染水。咁講就安尼吼。然後一樣聽冇脆嘛。好，大家進好緊打。哦，嘿。太厲害了！浸染水，其實有撈豆腐哦，浸差不多5到10分鐘哦，運用染水底部度嘅，它有個滲透壓的黏力，所以豆腐底部度嘅水哦，下種就會走出來，所以豆腐就會更加結實。切片以後這樣落去煎哦，就唔會爛破體咧哦。恭喜！再多幾分。好，接下來南水先來提咧。
控制不住膝蓋。好，看到衣袖了哈。又是聪明，我只能说恭喜，好，但是你可以有機会再打歌。追你哦，有機會打歌。有，好 OK。而家用3年的派嘅推表，幾時1分鐘當中都在念出250cc 的柳丁汁，按有就算過關嘞。好咯，也來念一個柳丁汁，不過呢只有1分鐘念出250cc，但是昶均，你的打歌機會又來嘞。哦，為難自己呢。沒錯。今天成績不重要啦，看總共可以打幾首歌啊？打幾首？同一首歌可以打幾分鐘？好啊。對，結果就把它唱完了。好，那就這樣了，準備好嘛？好，1分鐘停咯，超過你風險就好了哦。幾時？唱開始。我先專心聽。這個也有長者在打夠。好，快走。給他就前這樣。好辛苦的通告哦，真的超辛苦。真的超辛苦，加油！好，總隊。你上講咩？你都有 detail 哎。有運動啦，有健身啦。有。俺想講還是專心記好。好。我來講發，給我本行。還是讓衣袖幫你打歌，衣袖宣傳。那你換你唱。跟他介紹一下專輯。專輯這張專輯是在你上演台期間發行，等下還好。如果說喜歡的朋友可以到我的那個 FB 粉絲專頁，幫我給我私訊一下。這個畫面太衝突了，很慶幸哦，會給他的。我的老婆啊，也是我的助友，會給他你的專輯哦。好，然後呢？再切一個，不要放棄。再擠一個，切一個，擠。摸到台啦！好，那你倒過去好。好，我們攝影機拍得到哈。到了。好，來，超過。拜託。有了。你又不給倒落去。有啦。好。哇，咱屬於後來居上哦。對哦，來紅隊有先來提的。那年兵啊，他酷。你有帶情緒講這句話？來看一下哈，副瓜最富的素材係哪道味嘅？係這個瓜殼，最講一個鹽哈，豆皮一個剝絲。哎呦，好，快決定。很確定啊。哥，用嘿一樣，行不出來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用連4題吼，全部答超高。其實腐瓜哦，煮魚腐的素材都拿來，就是地方都會拍攝個內膜。其中啊，因為有大量的腐瓜素啊，還有腐乳素啊，你看兩種哦，都會腐瓜腐嘅來源吶。所以假使哦，東江腐嘅營養，假使它有人是腐瓜，就盡量啦拍攝個內膜，刮嗆嗆就好了哦。用。最每一題性溫哦，總能引數哎啊，因為這題對了也是3題而已啊，不一定，怎麼會？因為這一題也不一定對。新聞達人閒聊題。好，來看哦，客家嘅歇後語講新聞只做3，係講乜嘅呢？A 係講小息當頂紅 ，B 係講債務當多 ，C 係講學識淵博。我知道昶均是學識淵博，還好。高學歷的，你要故意要給我引導錯誤的方向。其實每該債務很多哦。哎呀，做嘛的？為什麼？新聞到債務又買關係，應該沒有關係啊。好，倒數咯。來看 A 好嗎 ？A 好不好？好，確定哦。好 ，A 好了。好 ，A 消息靈通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。其實還有係 B 哦，在當道，因為你阿番正嘅記嘅嗰個，我同埋佢咧就係新聞局走散野杏樹，你睇樹係乜嘅咧？就樹木師啊，新聞局當個我們係就當到樹木師，對，譬喻說哈，故意性都會債啊，債務很多意思。哇，很難呢。我只能出勞力而已，腦力不行。我的因為係故意性的新聞局走散嘛，又天音。好，你下成績已經出來，風吹得到4分，全部答對哦。來，我們這裡選6紅色彩，想要選乜嘅咧？他跟我在選啊，哎呀，幹嘛摸氣流？
啊，竹筍啊，好，哦，筍，兩紅嘞，盤啊，哦，煮粥嗎？鹹梅啊，香菇，香菇，還有兩紅，嘅漢卵，你要煮鹹粥是不是？韓國，點綴。好的，按照6項食材都已經選好嘅師傅，你會變法呢？共下來看哦。師傅上菜了。觀眾朋友有想到底要做變馬料理冇呢？看下師傅嘅想法，老你巧妙冇？師傅出名係嘛？金沙蝦仁燉飯。哇，燉小朋友注意好誒。像伊香菇底下先白香，啊，最主要金沙的部分，其中個咱處理下金沙吼，香菇的先下來炒。你要做乜嘅醬嘅咧？用咧蔬菜香梅樣去處理先。腰嗎？腰，金沙是有腰凍豆吼。好多一點點啦，係好多。一個係當對時嘅竹筍吼。切腰腰哦，兩公兩拍50塊塊吼。50塊嘛？我對啦。爺講我本咩富唔齊。對，係呢啲啊。切落去。我記到你啊吧？用隻嘛，睇下嗰啲亂崩咗先炒啊，雞嘅。蝕排雞。人人都冇問拍我半開來嘛？係，有半個。OK。你係隻半咗啦，呢度你加下魚做鹹魚好。金沙是另外半塊來賺個要金沙麼？好香嘅。哦，就算冇半塊來，未做得要跟金沙起泡係嗎？係，未做得，最主要係炒到半個起泡啊。沒有吃過金沙燉飯呢。哎喏，那金沙因為基本上鹹鹹的，就可以取代起司的這種鹹味。係。金沙算係台灣自貢吧？對不對？是台灣發明的。西餐就開始。所以啊，你係穿漂白後手咧，那你係做料理啊？哦，真的。為了經驗，人可以是變東風。那漢卵本單係做乜嘅用？漢卵一般嗰啲稱爆糜一點。一般爆糜較多。那各種嘅卵都做得做漢卵嗎？一般鴨卵好多。一般鴨卵較多啦。要用芥卵啊，但係用梅還有那個鴕鳥的嗎？鴕鳥較脆。太咗啦。我落胡椒粉落去。係，要香梅。哦，竹筍。竹筍係切過嗎？係。切絲。切蛋啊！哦，要拿鹹嚟鹹加頭油哦。係，呢啲石木，一直配石木添。哦。呢啲準備好咗。配湯。配湯。有埋嘅配湯。菜嗆菜添。哦。哦，所以你的醬汁是這個。順序很重要。胡椒粉頭油咧都係先冰啊，半支香梅，看先冰下來，你鋪啊。涼飯。配湯到米嘅比例要建議嗎？要怎麼煮燉飯那種濃稠？最主要咪係啱啲煮嘅盤嘅部分，煮好生得，好一啲人，生得從嗰啲炒盤樣嘅，好水下以產到1:2，最少係傾過一樣嘅。一般係正經嘅燉飯係加生嘅米下去。對。嗰啲係時長時間直到盤身煮夠樣嘅。竹筍。哦，竹筍要燙過咧，你要冰下去煮。做咩要挑梅？伊唔是冰很多啲啊，伊最主要係冰咧輪拍。假使係上米落去煮哦，那它的火會大也重也細。苗栗太府。哇，來認清一下，認清一下。那邊苗栗太府的老師。比內黑哦，他現在就還在太府哦。來。來大富裕太府。去年11月認識啊，12月26號登記結婚。閃婚。對。是誰的衝動？假使係上米落去煮哦，那它的火會大也重也細。一開始大火，啊開始是變細火，啊高湯嘅部分可能是甜甜的加。甜甜的加，真好質量係嘛？
夾下就下會長水啊。伊下平常都有些講麵，都會煮到綿綿這樣。燉飯跟稀飯之間一線之隔。它係保留一隻盤的那顆粒感。一個係用冷飯，一個係用上米。你做唔到豬肉醬誒，鴉片東方鴉片嚟沖磨藥，它還是要保持有顆粒。可是給它用上米的話，看難煮這邊磨呀。係啊，非常。所以一般給它煮西餐的燉飯就是要用上米，而且佢有的會用煎米。對，煎米。哦，一種品種係嘛？較醬。你做滷牛呢？滷魚嗎？沒做的，我是希望是啲平啲啲起司啊，在度係變成醃起來的。所以我可以完全把配湯改做牛腩。沒做的啦，沒做的。啊，應下伊本身有點甜味。這樣就會有海鮮的鮮甜滷魚耶。哇，香氣完全就出來咧！真的。我提一擺哦，是競賽燉飯，客家的燉飯，有冇個小粉？哇，客家的燉飯少唔得的就係胡椒粉。好。哇！那我現在可以加一點那個烏泥。做得。鮭魚卵那種的，松露沒做的。有嘛種唔得啦，就燜。今天干貝呢，一定要太你要不要放沒做的。太棒了！勁炸蝦雲燉飯，阿娘就好食嘍。不是配個重山菇的，厲害！開起來吃看下咯。來，鹹蛋嘅燉飯哦。哎呀，客家版本的哦。對。凍香哦。好香。哇，很香。很香。香。你競賽咧做燉飯會很好食咧。很好吃。學習了。來，竹筍蝦貢，香菇飯。啊，醬料是什麼醬料？主要係用嘅蝦卵啊，煎蝦卵哦，卵幫即係炒香啊，卵拍咁煎沙。我想講係蟹黃誒，有蟹黃的感覺，對，平替的。我們龜尾雞是用白。哦，然後咧，以後3天以後見食呵。凍香。你仲講好什麼？啊，啱連全部寬凍，係寬凍凍嚟學。係啊，專一寬節目做嘢。YouTube do you 啊？係啊。係啊，你了解團組都要去重播20擺。一秀覺得如何呢？好食。好食。豆腐卡係你煮也係長君煮？應該煮下多。我會賣好多。沒啥煮下多。沒啥煮下多。但這個真的好吃哈，真的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因為金沙對大家來講是凍熟食，但是那來走燉飯，哎呦，第一擺，我覺得我還可以提一擺。真的。我也是第一擺。你是第一次在這種，老闆娘還炒苦瓜，炒苦瓜，杏鮑菇，然後快炒店可能就是哈 Q 啊，對，龍珠啊，走。你要米係福利米哦，不含它哦，就差這個，就差福利米。好，唔講呢，我來了，所以講一下。剛剛的輸2分，差2分的差距，最杯米一館，我拿出去給它笨蛋，用它的飆一下嘍。馬上的金號最杯米一館嘅挑戰，做下練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，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速錄菜，新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呢，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。一家之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來到最杯米一館呢，哎，我看一下睇下拿出嘛笨蛋來飆哦。馮吹帶來菜名係乜嘅呢？鹹豬肉。是鹹豬肉，俺就問鹹豬肉乜人做嘅？來做誒，自家做誒。哇！
後你講講唔好食也不用做嘅鹹豬肉。哦，懂好吃。一定好食。嗯。跟他生日比。好哇，掛保證嘅呢。好哦，好哦。啊，老太講一下，最關咪關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大家下來都看一下吼，長軍哪個？俺無唱歌，今日圖半樣同下來，大家嘅菜名按到三杯雞。哇，三杯雞嘅經典料理。三杯雞應該係耳水孝雞，耳水孝雞，但係係衣袖亞妹的傳家菜，傳家之菜。對，就是為了這個三杯雞把它取進來的。哎，可以這麼說。對。所以那這個三杯雞特別的素菜係到哪咯？特別素菜提供是涼米酒。哎呦，這個米酒呢，3新煙的，所以剛剛製作單位有特別問說，昨天用 Any 人家製作單位提供的米酒，總的，不可以換掉。對，原本差點看好像不要沖到馬桶去了。不可以，我們就是要直接沖到廁所去搶回來，有更豐富的味道在裡面。哦，阿妹，哇，超過30郎年的米酒哦。酒精還在嗎？酒精肯定在，因為那個是封好的。哦，對。他為了幾嘎自主哦，打開蓋。對，這個酒的年歲哦，比衣袖還大。雖然頭前呢就先秀了2份，但是信上哦，秀的份數總得秀的面值。錯，好，最後一關哦，變起來哦。好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莎走了喲，摩拳擦掌，來。啊，一個鹹豬肉，大家的最愛。而且五色係整啲5種色咧。要先處理過咧。要先跟那個就整熟嘅，整熟的色嚟吼。要跟人家鹹豬肉有特別用乜嘅秘方冇？有迄路噶。面調好嘅，係個加跟那個蒜頭。啊，個加蒜頭東西。你講講，然後帶富里哦。帶富里。啊，富里你就去個中菜嘛？冇咧，你不敢有做甜啊，去種天吶哈！啊，你這樣講，你兩三今日當臭火車過來台北咯？我這個啦，我攞咗魚。哦，你們有帶台北？你們有帶台北？有嘗試帶個富里退休？冇啦，你看台本啲台北啦多啦，他媽有跟我玩爭賺。咁喺富里喺乜嘢嘅故鄉啊？嗌。哦。嗌老街咪嗌佢夜宵燒要嘛？哦。夜宵燒嗌出嚟。哦。佢送嗌嗌熟啊。原來係咁嘅。佢家自備啊，你吃不了。啊，佢咩這樣？應該係哪位行業啊？苗栗太府。哇！啊，苗栗就專門。來認清一下，認清一下。那苗栗太府的老師。幾咩黑哦？那太府啊？他現在就還在太府哦。來。係加高於太府。冇啦。係太府人啊。加高於。難怪係說係寬高。真的，真的，做面熟，但是還不是香，還香唔到都賣寬高。我們客家種應該，以前騰訊做學院車長小姐，真的，對。佢冇眼面冇可能，因為我嘅實在已經冇嘅車長小姐。你坐校車啊嘛？他坐校車時就冇嘅。自己去我都賣啦。他這個不是把妹的話哦，你不用擔心，他是可能真的有看到。我覺得我是真的有看過啦。我幾妹啊姐？係啊，學西嚟呢嚇。叫什麼學探呢？學個呀？係哦。啊，條件嘛特色咧，冇加嘅那個。哦，冇其他香。冇其他香味，啱啱如果要通過嘅。就唔會影響到嘅鹹豬肉嘅香味啊！嘅師傅講嗬，要特別要加嘅香嘅。他健康啦哈。係啦。哦，夢想中大家都做來。好。看一下老師衝講用啊哈。來，睇家女群。係啊。東橋冇看到長軍啦，東橋冇看到我，上次6年嗎？青煙咧哦，青煙長到青煙一家之主啊，但是我們私底下後來錄影有在遇到。中間就督導啊，上通告的期間，煮飯的話，松白還是冇煮啊，都是我的舅舅在煮。對，啊，你要不然要因為乞丐朋友啊，必須要參與一下，不然會冇專業的會算盤，當然會有。他切這一面，他現在看像剁雞排一樣的姿勢，對，都可以用。
不過你貴姓紅哦，今天穿得很下趴呢。下巴因為打歌服啊。對，就這樣比較亮。我想說你有去過火星呢？沒有，並不因為這邊我的老婆一秀其實很會打扮，故意今天叫她穿得素一點，來襯托我。因為助理也有助理的樣兒。這樣才剛好通你款機，莫款來。很有意思哦，昶均哥他真的很有才華。你是因為他的才華哦，不易刁斗哈？喜歡聽他的唱歌。阿豆腐，接下來結婚幾年呢？結婚幾年？哇，這好問題啊！我們去年呢11年的期間14，在互相認識，月認識啊，12月26號登記結婚。閃婚。對。一秀，你有被騙嗎？是誰的衝動？我的衝動，因為我去年年台期間我要去大陸表演，以我以前的經驗哦，常常分開一下哈。哇，朋友就跑走，對，真的吵個架什麼回來就是點開了，所以很怕這個事情發生了。下好就要離手。後來多多少少住一起還是有一些摩擦嘛。哎呀，現在就是說用什麼方式把他綁架來，就我們有小孩，没3個月，現在小孩懷胎3個月。真的在這裡面嗎？真的，剛好3個月，所以昨天公開了。哇，恭喜！結婚5張眼啊，攝影3張眼。一秀的現在心情如何？很複雜，很開心啊，很開心，對啊，很幸福，當媽媽了，對啊，真的挺差的。我來團一下，2號，對，你們的散步也哪散步？跟看些洗步哦，散步看些哪散步？我知道麻油，然後呢？米酒，醬油，米酒醬油了，麻油米酒醬油，還有你呢？對啦，醬油膏。還有你，所以看你舅媽就先不要狗啦。有先不要狗，有先不要狗，對。不要勾了。好，我們兩個做什麼？好，心目。鬼妹姐，有皮的香嘛？有皮都香醬狗來個。紅洋蔥啊。嘿，阿邊一碗係乜嘅？那是香菇素蠔油。你那個鹹醬油要鹹埋，都唔會變暗，唔會暗鹹。對，冇暗鹹。可是你的洋蔥會切嗎？而且，拿點貴粒落去哦。好啦。啊，班長，你哋做夠繞飯哦，做班長做幾條咧啊？做咪叫什麼哦？哎呦，是細緻哦。好啦，而家教本偏嘢嚟啦。歡迎嚟啦。我做班長凍甜呢。媽嘅事情都已經負責。哎呀，你食我好啱做班長有咧。真假的？顏色扮嘅嘢都甜粉。哇，這裡也好快，這裡也好快，這裡也很手動。你們兩個扮嘢都結婚。杏鮑菇很多菜系啊，人家不用煮。也會。我做班長凍甜呢。媽嘅事情都已經負責。哎呀，你食我好啱做班長有咧。真假的？哇！專門秀蓮肉鋪啊！哎，好厲害，從這一做班長哎。條蒲乾撈漢中藥見到擦擦的哈。哎，這個好吃啊！今日啊，還係你中過的班長哦。已經唔係。我老師講佢顏色，我2-3年認識的，我帶太傅，佢帶8年。哎呀，動然啊！係啊，隔壁湊仲用3萬哎。係啊。哎呦，遠距離戀愛哎。顏色扮嘅嘢都甜粉。哇，這裡也好快，這裡也好快，這裡也很手動。你們兩個扮嘢都結婚。啊，那3萬嘢就有成功哎。我結婚過就有成功哎。這個一定要強調，一定要強調，結婚過後講句實話。組真的都是這樣比。對啊。民國66年12月26號結婚。桂梅姐，你走得很前面呢。還好啦。還好，我剛唔聰明啦。可以當副班長。我做班長，剛剛還在上班啊，全部沒記這個呀。你做副班長啊？沒啦，全部記這個附近。做地下的。地下班長。按掉散壓就做油，哎呀，雲遊四海，不是很鹹的嗎？這個是素蠔油看完，素蠔油面。那個甜咩？個甜咩？那日章哥為桂梅姐試吃1口就好。餵她，對，餵一下。餵誰？為誰辛苦？為誰辛苦？為誰為？要吹一下哦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看得出馬上來扮種嘞。快出來。哦，來打開問題看。放杏鮑菇，用杏鮑菇之後，給他們去加水分哈。對。所以依秀，你是從小媽媽就有教你煮菜？長大學的。該不會是為了補習給小朋友？不就你要再煎，要再煎好。他們做啲補性題啊，再多加一點米酒就變麻油雞湯啊。可以這麼說。63年差幾多歲啊？5歲。很剛好的年紀。剛好。你是說我怎麼這？很剛好年紀啊。哎呀，嘟嘟紅。跟他收支一下。對面也是認識2個月就結婚了。結婚了？剛2個禮拜吧。2個禮拜。2個禮拜。2個月。半個月，他說半個月。他們也是12月26號。對啊。我們也是12月26。結婚。對啊，我們現在12月26。聯合婚禮，我們剛好這16。聯合婚禮啦。結婚紀念日同一天。December 26叫做 Boxing Day， 拆禮物的日子嘛。在我們那個加拿大是這樣 Boxing Day， 所以25號是 Christmas， 那26號拆禮物，所以26號去登記結婚。對。但是桂梅節應該不是因為 Boxing Day， 應該不是。純粹就被騙到了。好了，你來兜算了哈。都很重要。好。現場馬上來兜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有次測看到最關鍵一關，乃部凱米西卡站到嘍。來本期改革總裁鼓勵，慶祝一下聯合的婚禮啦！你會有暗度後會是新天結婚紀念日頭一天呢？動就一下，對啊，來，那就來吃個結婚紀念日大餐。現在真係呢鹹豬肉誒吼。這鹹豬肉係香嘅，香嘅。因為是鹹嘅。爽好食誒，都加凍煙味誒。它就加條腐乾哦，這個插在用面，好好吃。這裡會甜味呢，會甜哦。好啊，好吃。你再然後烤個幾份吃。好啊，木架嘛哈。你總共做兩班呢？好吃。你青好生兩不兩豬的那一出來？大風都一好吃。懂說話。你覺得班長他們做的怎麼樣？凍好吃啊，好吧。比外面的我會那個客家料理好吃。粵菜，口鮮有家的味道，又不開。對。依秀，你平常有在吃客家鹹豬牛嗎？有學過。但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味道更特別？它比較甜甜的感覺，吃起來甜蜜蜜。它個會點5色哦，讓你嗆醬。太漂亮，可是我哎，唔愛叫用同情，係其實人嚟啊，看唔出咯。他係你中國新冠都已經累發呢，快要凋謝了，盛開着，把掐時間了。懂愛嘅世界，我發現啦，攬嘴嘅喜酒，散背解。哇！凍卵呢？凍香。杏鮑菇很嫩係，你蓋嘴啊！你要不用嘴。你很會。但真的加杏鮑菇很聰明，那 juicy， 對，水分的部分。哦，攞一下。好吃。好吃。現在懷孕注重營養，鈣質。只要吃辛辣的，對，重口味的，重口味的，哎，有小孩，我們生過3個小孩子，我們知道。你兩個吃到幾個做怎麼辦？我感覺凍好吃，比我煮的好吃。可以。但是依秀真正會煮呢，因為煮啊，有愛的味道在裡面。有。沒錯。係啊，你希望等下嘅份數哦，都得皆大歡喜，好不好？沒錯。你兩下嘅份力都得最母營養版嚟殺殺嚟款師傅了。聽眾了都在今日甚至會很用半年嘅師傅風吹唱本書。你這個進一下。哇！好，打電下來看下冷水第多幾多分？咩？哦，
會衝過去。阿彬哥先老太分享一下。好，棉川曾經用自家武海方式啊，做出嚟料理川以後，川係用自家很重要啊，一片用自家方式做嚟三杯子的料理部分，就是川係用自家愛心啊，然後武海相處的這種感覺而做出的料理川東河水。現在講太慢了，我探看一下兩個。我做兩片我做的東河，一片咧鹹豬肉滷都有綿密，我會炒的時間磨跳鹹，都多色，所以我可以滿分。一片吧，其實整體是 OK 的，只是我個人比較喜歡有一點白豆的味道，那個雞肉。囧嘛，對，那個薑跟雞肉跟那個油可能溫度不太夠，沒有爆到，我就覺得想說少了1分這樣子而已，謝謝。還有進步的空間。對，還有進步空間。我不要改一下安尼。好咯，兩下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讓你出來頒獎嘞。好咯，兩組都表現到10分的戰鬥，兩下成績已經出來嘅，你馮翠得到10分，藍翠得到7分，先來恭喜馮翠哦，第一個係全部都滿分，大滿貫哦，我們大滿貫就是10分，恭喜啊！真夢你頒獎第1名，恭喜！恭喜！好，稍後來看一下藍翠的豆吼，得到嘅獎品係乜嘅咧？係韓國哦316不鏽鋼鍋具組，哇，很重哦，而且跟昶均今天是不是有點搭？對耶！哦，太重了，太重了。這是昶均的打歌道具。打歌的道具的。麥克啦，麥克。好，先來問一下季妹子，你禮拜參加嘅心得，嗱睇下講一下好冇？哦，禮拜我感謝我嘅先生，哦，因為你幾邊，哦，請我來望體育台來參加你節目，仲歡喜，仲歡喜。喺白我喺要幾邊我請我老妹來，叫我來咧，請我老妹來，我老妹咩同佢做食，好夠冇咧，好夠好夠哦，啊睇下叫我來，恭喜，大家，你仲講咩嚟？睇下分享一下好冇？好，新武也嘅製作單位吼，本來也都機會都倆學習啦，當歡喜啦，最這樣啦。係啊，有老闆娘點樣做得出來？約比哈。係啊，安尼拜做得過來哦。好，下一季過得過來。謝謝。恭喜！恭喜！好，稍後咧訪問哦，金曲歌王哦，金曲歌王昶均哥。是。今日吼算係第2擺來。第2擺來錯。要買感想咧？咱基本都歡喜就係講，因為第1擺讓我來布用給他上節目，也很感謝我的後上江班長，還有我們的葉地下的班長，不敢講又丟臉了這樣子哈，還直接贏了我，對，最後很感謝製作單位哈，給我機會能夠來 Annie 客家電視台一家之主打歌，原本想說來倆主辦你。沒有吃到說可以打歌，讓我一直重複唱我自己寫的歌，這樣子，而且還唱得很喘。對，還唱得很喘，讓我還有健身的機會。那更感謝願意說花大錢然後買這個鍋子，讓我們回家繼續煮好吃的料理，然後給來布用還有來 Annie 聲音吃好吃的料理還有音，謝謝。就是今天可能屬於感同的衣袖哦，因為你們今天是3人參賽。哎，對，對不對？有什麼感想？很開心來到這節目啊，然後也是第一次在大家面前煮飯，對啊，然後覺得很新鮮，然後認識大家這樣子，對啊，然後學到很多客家的知識，對，覺得還不錯。那你老公都是在舞台上帥啊，那這次算是第一次同台嗎？還是之前有參加過？這也叫 MV 啊，MV 女主角。對，MV 女主角，主打歌2首都是。但是上通告可能還提1擺哦。上通告療力，對，療力也提1擺。感謝衣袖，真的。希望下次來的時候，你們就是僅限的3人參賽。請進。好，歡迎哦，恭喜哦，謝謝。今年還有緣分哦，之前冇想到會響你結婚紀念日吼，係呀，按多好的緣分又多好呢，是師生。這個沒有太好的。對啊，真的沒有爆一個大料呢，都是那個戀愛速成班的，厲害。所以呢，以後又加好教分享嘢的呢，接上來要特別分享嘢的夢想嘅料理。好，係啊，無論你係線上嘅還是學生哦，哎呦，線上冇停錯違章哦，所以朋友記得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冇錯，依家。
時做等等，你看下了報名，看下了大東西，分享兩部卡，愛情嘅好美事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